有證券行普穩國際發布研報稱，首次覆蓋自駕芯片行業，給予超倍嘅評級。首次覆蓋黑芝麻智能02533，給予買入嘅評級。目標價為21.4蚊。隨住新能源汽車嘅行業發展進入咗下半場，智能輔助駕駛成為汽車智能化嘅一項核心功能。自駕芯片作為智能輔助駕駛功能實現嘅核心部件逐漸成為產業鏈價值嘅高地。報告都指出，進入咗2025年一方面係中國自主企業大力推進自駕平權，推動高速 NOA 搭載車型價格段嘅一個下探。另一方面龍頭新能源車企到端對端嘅架構基礎上推進算法嘅繼續演進，兩端發力推進芯片嘅一個量價提升。喺咁嘅背景之下本土自駕芯片供應商進一步嶄露頭角，憑借性價比優異嘅芯片半導體以及自身量產嘅基業積極拓展客戶，受益於國產替代嘅趨勢，有望實現份額嘅加速擴張。所以智能駕駛方面成為證券行嘅一個核心，股價有望繼續上行。咁喺指標方面，狙擊手繼續發散，黃帶為主，下方莊家台階都出現咗高度紅盤以及有莊紅盤，生咗 K 線拉升穿50，短線符合我哋嘅預期。技術面、基本面共振提升，有望繼續走強，大家可以關注下。